观众朋友，进前中华时期好网友选择是上无聊的城市，即马都有在地团体用在地人的角度出版一本小解中华有啥物特色的册，也对假使各个工艺用相片、用文字要甲大家讲，中华一点都袂无聊。你讲中华真无聊哦。 中华要互网友选做是上无聊的城市，为着拍破这个讲法，有地方团体合作，用在地人的角度出发，出版一本小解中华特色的册，为食到工艺文化拢有小解中华的100个故事。写册这的人，伊家己日常的生活内底的物件，拢讲互你知。咱一般来讲，你是杂志、你是报纸拢看袂到的物件，我感觉迄就是上重要的物件，迄就是咱中华的生活感。中华人吼，就是知有一款汤叫做料汤，啊你。 有的时阵，你伫咧菜单上嘛看无，所以有足侪中华人知的物件，可能是阮的习惯。编辑团队指出，别位煲底食到的料汤是面摊也是小食店照现成的配料所煮出来的。大间店的料汤气味拢无同，是在地人才知影的好滋味，嘛代表食食文化当中的人情味。除了有巷仔内的好食物，册内底嘛有小解传统工艺发展。 中华有锅仔丁，佮有菜刀王，我常常拢是经过尔，其实无你去内底看过，册内底有介绍，所以感觉足新鲜的。我是高雄人，我来中华差不多10几冬啊。我发现内底搁足侪间店，我拢还未食过，无去过。你看我用这标签甲打开。 团队表示，中华建成超过300年，是一个历史、文化、食食拢交织做伙所在。希望透过这本结合食食甲人文的故事册，让大众感受到中华的文化历史。甲大家讲，中华其实袂无聊，颠倒真有聊。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